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今日會嚟講 J11第11課嘅對稱及變換嘅下半部分啦。而家開始啦，會嚟講呢個練習 A 卷2嘅格部啦。而家開始啦，呢條好簡單啦，呢條最好簡單嘅啫。佢問你正十邊形，佢分咗10個唔同嘅等腰三角形，而且有5個圖像。佢話10嘅反射對稱係乜嘢嘛？反射對稱即係咩意思啊？反射對稱即係咩意思啊？咩叫反射對稱啊？有冇睇啊？記唔記得啊？記唔記得咩叫反射對稱啊？可以開翻上去睇下啦。咩叫反射對稱啊？咩叫反射對稱啊？就係反射對稱，就係講緊 A 嗰個啦，就係我上半 part 講嘅 A 嗰個啦。打直或者打橫，即係咩叫反射對稱啊？即係打直啦，一個啦，兩個啦，三個啦，四個啦，五個啦。點解5個？你唔好問5個啦，就係咁簡單啦，就係反射對稱啦。方位係5個啦，答案就係 B 波啦。呢條佢有5個圖咗上去嘅話，打直啊嘛。唔係啦。正幾多邊形就有正幾多個啊嘛。如果係正十邊形嘅話，正十邊形啦，十邊形就有10個啦，10個反射嘅對稱軸啦。如果佢有兩個一齊佢有兩個5個圖咗嘅話，圖咗即係除得翻5個啫喎，得翻5個啦，就係打橫一對正軸啊嘛，反射對正軸即係咩叫反射對正軸啊？即係咁樣叫一個咯，咪叫一個咯，咁樣就叫一個咯，兩個啦，呢度3個啦，呢度4個啦，呢度咪5個咯，你明叫5個咯。所以就係得個5個啦。就係咁簡單啦。25個嘛，除咗9個，即係除翻嘅話，淨係得嗰2個啦。2個啦，打直同打橫啊嘛。所以就係2個啦。呢個啊，呢個佢問你有正8邊形，該反射有幾多個啊嘛？
一個啦，兩個啦，所以就係都係 A 啦。第三條都係 A 啦。呢個都係 A 啦。跟住圖形嘅正八邊形啦。正嘅八邊形啦。就係都係正八邊形啦，所以就咁簡單啦。跟住圖形嘅正八邊形啦，被8個完全相等嘅等腰三角形啦，而且佢有兩個塗咗呢個旋轉嘅話會有幾多個？係兩個啦。點解咧？點解係兩個咧？因為佢4個啊嘛，係呢個點啦，呢度旋過嚟，呢度一個啦。旋過嚟呢個點180度旋一個點啦，跟住第二個點一次啦，兩次啦，所以就係兩次啦。所以呢一條就係 A 啦，好簡單啫，咁簡單啦。跟住圖中嘅正八邊形啦，正八邊形嘅被分咗8個完全相等嘅等腰三角形啦。佢問你旋轉對稱嘅節目數目啦，就係幾多個啊？就係呢一度開始先啦，開始去到嚟呢一點一個啦，跟住再兩個啦，跟住再3次啦，再4次啊，一次兩次啦。跟住4次啊，所以就係4次啊，所以就係波啦。呢條第6條啦，亦都一樣好簡單嘅啫。佢問你邊個係有旋轉對稱嘅？問你呢度呢個點啊？一次、兩次、三次、4次、5次、6次啦，一次兩次。一次、兩次、三次、5次、6次啦。呢個係啱嘅，2係啱嘅，1都啱嘅。點解3係唔啱咧？3因為只有對稱嘅啫，只有對稱嘅啫，係冇旋轉嘅。No 冇旋轉嘅。冇旋轉嘅，因為旋轉唔到嘅，因為佢如果呢個圖案係咁樣或者咁樣嘅話，就應該有嘅，但係冇啦，因為呢一點旋轉過嚟90度啊嘛，一次啦，呢度第二次啦，第三次啦，第4次啦。點解我會話俾你聽？點解3個一定唔啱？3嗰個係唔啱嘅，所以只有 A 嘅啫，只有 A 係啱嘅啫。跟住啦 ，A 點解 A 係啱咧？第6條因為3只有係對稱嘅啫，冇旋轉對稱嘅，冇旋轉嘅。就係咁簡單啦。第7啦，你睇個圖都知嘅。第7啦，睇下邊個有反射。以下哪個三角形啦，係有反射對稱嘅？係有反射對稱嘅性質，而沒有旋轉嘅對稱嘅。一肯定啱噶啦，因為係冇旋轉對
一係有旋轉對稱嘅喎，一係有旋轉對稱嘅喎，一係有旋轉對稱，一係有旋轉對稱嘅喎。點解啊？呢一隻角可以嚟到呢一隻角㗎嘛？一次啊！呢隻角可以嚟到呢隻角嗰一次啊！呢隻角可以嚟到呢度兩次啊！呢度亦都可以嚟到呢隻角三次啊！跟住呢隻角亦都可以嚟到呢隻角啦，四次啦。就係咁簡單啦，四次啦。跟住只有反射，反射就係打直啦。佢係冇旋轉噶嘛，因為呢一隻角同下邊嗰隻角係唔同噶嘛，所以二係啱啦。因為平行四邊形係有兩個旋轉，因為你可以咁樣旋一次啦，旋過嚟一次啦，再旋過嚟兩次啦。所以係三係錯啦。四點解係啱呢？四因為點解會有反射呢？因為中間呢點有，但係冇旋轉嘅，因為呢點去呢度，呢一點又唔啱嘅喎，所以答案只有係2、4嘅啫，只係 D 嘅啫。你一睇就會知道㗎啦。就係咁簡單啦，第7條就係咁簡單㗎啦。第8條啦，第8條亦都一樣好簡單嘅啫。佢問你哪個四邊形具有旋轉對稱嘅性質同埋反射對稱嘅性質啦？亦都有三係冇嘅，三係冇旋轉嘅，因為三係唔具備旋轉啦。點解啊？呢個係不規則嘅圖形嚟㗎啦，因為呢一點轉過嚟啦，轉過嚟呢點，如果呢點去到180度嘅話，亦都係呢點，所以可以呢一點同呢點係唔啱㗎啦，點解我會講菱形同正方形好似，跟住平行四邊形同長方形係好似，因為亦都一樣，呢隻點同呢隻點可以形成到181次嘅旋轉啦，跟住再嚟多一次啊，兩次嘅旋轉啦，就係咁簡單啦。跟住呢度就4次啦，同菱形一樣都係4次啦。開始一次啦，呢度兩次啦，第三次呢度就係4次啦。所以一同3、1同2係啱嘅，只有 A 嘅啫，係啱嘅啫。係啦，下列哪一個正方形啦？下列哪一個有關正五邊形啦？正五邊形又係用啱啱嗰個啦 ，m 減2乘100%再除 n 啦，即係15除2乘100%啦，再除15乘180，跟住再除15啦，即係會等於幾多啊？即係13乘180啦。
2伏34再除15啦，再除15，即係等156度啦。每個外角內角就係145度啦，外角就係啦，亦都一樣啦，啱啦。15嘅反射對稱軸唔係錯嘅，反射對稱軸係15個先啱嘅，唔係5係15，因為正等陣先啊，因為正 n 邊形啦，形係有 n 個反射對稱軸啦，有 n 個反射對稱軸，就係咁簡單啦。啲數目啦，就係咁簡單啦，所以就係 A 啦，所以就係 A 啦呢條。10啦，若某正 n 邊形嘅一個內角，該多邊形係七倍啦，邊個係啱啦？即係可以試下咯喎，可以試下第一個啦，係咪16啊？你可以試下啦。16減2，跟住再乘180度，跟住再除26啦。呢個就係外角嘅，計外角啦。你可以試下嘅，即係14乘180，跟住再除26啦，係157.5啦。外角講錯，呢個係內角嚟嘅啫。外角啊嘛，外角就係180度減去15.7.7啦，就22.5度啦，跟住乘翻7啦。佢話係7倍啊嘛，係咪7倍啊？係咪16咧？將呢個15.7啦，5除以22.5啦，係啦，係7啦，就係7倍啦。呢內角啦，就係22.5度啦，乘翻7啦，就157.5啦，就啱啦呢個。所以第一個係啱啦。多邊形嘅對角折要門係16，係啱嘅。對角嘅數目係對角嘅折要門係嗰條公式就對角嘅折要門啦。對角線數目就係 n 嘅2次減去 n 啦，
6嘅二次減16即係幾多啊？16C 2減16啦，就係等於104啦，所以就唔係啦。多邊形嘅旋轉係16，正16嘅旋轉就一樣都係16啦，一樣都係16啦。正 n 邊形啊嘛，啱啱講過啦，正 n 邊形嘅的旋轉對稱軸啦，對稱軸嘅字數目啦，必定為 n 啦，同嗰個反射對稱軸都一樣啦，同嗰個寫埋出嚟啦，反射對稱軸啦，都係一樣啦，都係一樣啦，所以答案就係 C 啦，就係 C 啦。若比外角大150度，睇下咪喎，睇下咪24喎，好簡單嘅啫，又係一樣啦。內角就係24減2 n 減2乘100%啦，再除以n 啦，其實好簡單嘅啫。就係165啦，外角就係180度減去165度，即係15度啦。佢話係咪大過165度減15度？係咪較大15度？係等於15度嘅內角減去外角啦，就係165度減去15度啦，係等於150度。2嘅2字，而非大於150度啦，所以就不是啦，不是大於150度啦，所以就唔係24度啦，所以1就唔啱啦。大15度，必為正確，大15度即係啱啦，即係24都啱啦。佢話正確啫嘛，係咯，15都啱啦，即係啱啦，呢個係啦，所以就係大過15度啦。n 值就係為24啦，所以係啦就啱啦，呢個2啦，跟住每個外角都係15度，啱啱計過啦。24個反射對五都係24啦，所以係啱啦，所以就係 D 啦。一個正，一個啱啱相反嘅正四邊形啦。啱啱一個正，
就係 D 啦，就係咁簡單啦。就總之一個正嘅 NB 型就一定反射對稱軸同埋佢個旋轉對稱軸都係一樣嘅，都係 N 嘅咁多啦。如果佢係正100邊形嘅，正100邊形嘅，跟住佢個反射同埋旋轉都係應該係正，都係一定係正，都係100㗎啦。總之就係咁簡單啦。考試都會出嘅。考試都係會出嘅，都係喺甲部嘅20幾條啦，定10幾條，都係會出嘅，都係會出呢啲數嘅。喺 DSE 都會出嘅呢啲對稱及嘅變換呢個反射對稱啊、旋轉對稱啊，跟住同埋對角線嘅數目啊，呢啲佢一定會出嘅。所以你一定要識啦，呢啲係 DSE 唔一定係年年出嘅，但係佢都會隔1年啊，或者2年出一次都唔定嘅，我唔知啦。總之佢就會出啦。我遲啲我就會自己出一份卷，啦，跟住俾你哋做啦，就會出一份卷。會俾你哋做啦，出一份 DSE 卷，係 mock 嘅卷，係1至9題嘅甲一部分會根據數學啦，會根據答案，會根據題目而改變啦，就係咁簡單啦。會根據題目而改變嘅。每一年出嘅咩嘢題目，邊一年我都會寫晒喺隔離，跟住你哋就可以照住嚟睇住嚟做啦，就係咁簡單啦。我等陣間我就會出，跟住出一份數學俾你，出一份 MC 俾你睇，都會得嘅，都會有嘅，就係咁簡單啦。MC 都會出啦，就係咁簡單啦。MC 都會有嘅，我都會講晒啲題解俾你哋聽嘅。跟住你哋可以唔明嘅可以再睇一次咧。好啦，MC 嗰啲題解你可以慢慢再睇一次，100%，100次、200次都冇所謂嘅，冇問題嘅，真係冇問題嘅。你想睇幾多次都冇所謂嘅，會有埋答案俾你㗎啦。總之就講晒啲答案俾你睇㗎啦。我就唔會有另外一份真正嘅答案出嚟㗎啦，唔會有㗎啦。你想要嘅呢份卷，我會私底下 send 俾你哋，啦，會就係咁簡單啦，跟住啦，佢話逆時針即係向呢邊啦，即係咁樣啦。
即係應該咁樣啦。答案就係 A 啦，呢條就係 A 啦，呢條就係咁簡單啦，好簡單啦。逆時針就係向左啦，向左；順時針就係向右啦。我可以話俾你聽，我可以有一個直角坐，我可以有個直角坐標啦。就係逆。呢邊就係順時針啦。就係咁簡單啦，係啦。跟住第13條啦，若平面嘅圖形啦，繞過零嘅逆時針啦，逆時針即係順時針90度啦，順時針90度啦，即係順時針90度，即係順時針90度啊，即係咁樣，即係 B 啦，答案就係波啦。答案就係波啦 ，B 波啦，呢條就係咁簡單啦。係啦，呢條就係 B 波啦，唔使解釋嘅呢條。因為你225度，順時針250度，即係咁樣啦。咁啊，我可以畫一次俾你睇啦。唔係，畫一次俾你睇。即係90度，即係咁樣啦。90度即係咁樣擺啦。即係咁樣擺啦。即係咁樣擺啦。跟住再咁樣擺啦。即係答案就係 B 波啦，B 波啦，呢條就係 B 啦。唔係喎，225度，即係係 B 波呀，答案就係 B 波啦，呢條。呢條就係 B 波啦，就係咁簡單啦。呢度就係90度啦，轉咗，呢度就係轉咗180度啦。再轉嘅話就再轉嘅話就係咁樣啦。再轉就係咁樣轉啦。再轉就係咁樣轉啦，係啦。跟住啊，呢個15條就係旋轉對稱啦，旋轉啦，所以呢度呢個點去到嚟呢個點啊嘛，所以一定係旋轉噶啦，你講100%肯定係噶啦，就係咁簡單啦。跟住又到16啦。呢條好簡單嘅啫，16就係佢問你啦，圖中上面4正面體啦嘅其中一條旋轉對稱軸啦，正四面體 OK， 正四面體嘅旋轉對稱軸，啱啱講過啦，所有正四面體就4個面啦，正四面體、正三面體、正四面體就係正四面體就係4個面啦，就係4個啦，旋轉就係4個啦。但係話俾你聽，正四面體唔係正四邊形先至係
講錯，係正四邊形嘅旋轉對稱先至係3，先至係同個 n 一樣嘅啫。正 n 面體咧，正 n 面體就個旋轉對稱軸咧。就係 n 減1啦，就係四個面嘅話就得個3個嘅啫，次要點係3個嘅啫，可以就係 B 啦，呢條就係好簡單嘅啫，好簡單嘅啫，就係咁簡單啦。一個面裏邊一個面佢得3個啫嘛，佢3個面啫嘛，所以可以就只有3個啦，只有3個嘅啫。旋轉嘅啫，所以就係得個3個啦，好簡單嘅啫。你而家聽得明啦，聽得明就得㗎啦，明㗎啦。下列有關正四面體嘅陳述為正確啦。反射平面為6個，正四面體反射平面係有6個嘅，啱唔啱咧？即係正四面體點解會有6個面咧？點解計到有6個咧？會有1個啦，2個、3個、4個啦。就係咁簡單啦。跟住正四面體，你就可以畫啦。反射平面就係咁樣啦。就係咁解啦，就係點解咧？總之反射平面就係呢度1個啦，呢度2個啦，跟住就呢度3個啦。呢度啦，一個啦，總之係有，總之你記得，總之正四面體
總之正四面體嘅邊係有6個啦。總之正四面體就有6個啦。正四面體就有6個。就係我諗呢條咧就問。總之正四面體啦嘅反射嘅平面啦，就係有6個嘅。你可以背咗佢啦，就係6個啦，你唔使解點解，係6個啦。跟住佢問你旋轉係咪旋轉對稱，係咪相交於同一點？呢個係啊，任何兩個角反射平面之後都係90度咧，唔係嘅。總之都唔係嘅，都唔係啊！都唔係嘅。都唔係嘅，所以相交係一點係啱嘅呢個，但係佢兩個相交於嗰個點係咁樣噶嘛，兩個相交於嘅夾角係90度，呢個唔係90度嚟㗎，no 啊，係垂直呢個先係90度啊，所以你要搞清楚啊，垂直呢一隻角先係90度。咁樣去呢一隻角唔係90度啊！即係點解啊？即係咁樣啦，即係咁樣呢隻角先係90度啊！呢隻角先係90度啊！咁樣出嚟呢隻角唔係90度啊！所以你好似 DSE 都有出過㗎，喺30幾題都有出過㗎。佢問你兩個夾角嘅嘢啊，都有㗎，唔係啊，所以答案係只有1、2嘅啫，所以答案只有 A 嘅啫。最後一題啦，
下列有關正方形嘅證述係啱嘅。正方體即係6個面啦。咁樣啦，正方體係啱嘅啫。3，你可以背咗佢嘅你可以背咗佢，我可以話俾你聽啦。四面體啦嘅反射平面啦，係有6個嘅啫，6個，跟住六面體啦，六面體即係正六面體啦，即係正方體啦。正方體就有9個啦，正八面體即係都係有9個啦，正12個，即係有15個啦，正20面體啦，即係都係有15個嘅。你可以背咗佢啦，呢幾個你打粒星星，你可以背咗佢啦。係啦，打粒星星背咗佢啦。反射平面啦，所以就唔係啦，係9個啦，9個先啱啦。所以你知道係3係錯嘅話，即係只有1、2係啱嘅啫。我正方體對角線，正方體的對角線旋轉對稱的節式數目係得個3條嘅啫，係得個3條，有13條嘅有13條嘅旋轉對稱啦，有13條嘅旋轉對稱，即係講乜嘢咧？即係對稱啦，呢個係對稱軸嘅正方體啊。對稱軸嘅話係3條嘅話，即係對面啦。中心連線就有3條啦，即係旋轉咗90度啦、180度同埋270度嘅啫。對角線啦，對角線就有4條啦，仲有4條啦。點解啊？我係咁樣啦。對角線啊嘛，對角線即係呢一個去呢一度啦，
一條啦，呢個係呢度兩，呢個係呢度兩條啦，即係呢一條去呢度兩條啦，即係呢一條去呢度，總之我畫花好靚仔啦，用個綠色啦，唉，呢條去呢度啦，一條啦，呢度去一條，呢兩條啦，呢個係呢度兩條啦，跟住呢度去呢度又係四條啦，總之就四條啦。跟住對角嘅中心點啦，對邊嘅中心點啦，對邊中點連線啦，連線就6條啦，就係咁簡單啦。單條就係90度啦，270啦，同埋180度啦。呢一個可以刪咗佢先啦，就係180度啦，同埋270啦。呢個就係數量啦。呢個就係每次轉角度啦，呢個就係120度啦，同埋240度啦。跟住下邊呢個每次轉都係轉180度啦。轉180度點解啊？轉180度即係佢有6個面啊嘛。6個面咪轉，每次咪轉，每次咪轉，每條軸咪轉，每條軸，總之啊，每條軸都係轉180度轉㗎啦。總之每條軸都係轉180度啦。繞過即係面對中心嘅連線啦，3條啦，就係經每次繞就係繞90、180度同埋270啦。跟住對角線啊，就係有4條啦，就每次都係120度同240度啦。跟住對邊啦，對邊嘅終點連線就係每60啦，每條都係轉180度，跟住每條都係每一個軸都係一個嘅旋轉啦，一次嘅旋轉。都有13個啦，就係咁簡單啦。所以個答案就係 A 啦。所以個答案就係 A 啦。今集就講咗2，今日就講咗 J11嘅對稱及變換嘅下半部分啦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